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高雄三多商圈地段精华，长期蝉联高雄地王宝座，但附近巷弄却有块空地长期空置，没有开发。原来是地主共有11位，但近期终于取得共识，开出打包价2.65亿元求售，堪称亚湾区最贵菜园。房屋专家表示，该区的素地有限，有机会吸引建商收购。若能整合基地周边的公寓改建，未来开发机会将会更大。高雄三多商圈地段精华有多家百货聚集，长期蝉联高雄地王宝座，但附近巷弄却有一片空地长期闲置，没有开发。不过最近11位地主终于取得共识，打包价开出2.65亿元求售。过去曾经作为菜园的这里，堪称是亚湾区最贵菜园。最贵菜园啊，这个所在一定蛮久了啦，应该是有要卖啦，应该是会行啊。像市区的地很难取得啊，越来越难取得啊。该片空地长期闲置，没有开发，也阻碍了社区整体发展。如今11位地主终于有共识出售，地方也相当开心，期待改建之后能够带动周边社区活络。整个当然会比较好啊，对地方发展也有帮助啊。对啊，因为南高雄都快没落了啊。因为以前差很多啊，人潮确实差很多啊。那已经荒废到10几年了啊，闲置那边啊，今天有听到这个讯息，能把它都更改成都市型的商圈里边环境地段给它稍微改造，重新盖大楼，我蛮肯定、蛮支持的。希望大家也认同这个作风。与菜园一起打包出售的还有南天街上的一间店面，两块基地面向不同，仅小部分面积相邻。如果能够整合基地周边的公寓改建，未来开发的机会比较大。但面积还是不够大，就是因为面积不够大，所以目前整合的金额落在100万左右，也算符合市场行情而已啦。那其实如果这一块基地再把周边的一些林地一些公寓啊，或者整合起来，让面积足够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块建地。那这块建地呢，尤其坐落的地点就相当好，那附近周遭百货林立，那离亚湾也很近，所以它发展是有潜力的。只是真的在整合上一定会有一定的困难度。那尤其这个整合成功了，那这些消息曝光了，那对于在林地继续要收购，其实建商应该会有一点困难度。那不过这个克服好了，我相信这块地的价值就指日可待了。如今都市更新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就在于地主之间协调困难。如果地主之间意见分歧，其中1、2户反对，整个计划便可能停摆。不过，如果能够成功整合，未来新案开价大不同。这次能够成功整合11位地主，不仅增加三多商圈未来建设的可行性，也象征都市更新的脚步更往前迈进。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位在高雄港附近的中安路是许多大型货柜车辆必经的路线，但近期却有民众发现，有个路口的号志灯竟然有2组，让人摸不着头绪。而高雄市政府智运中心表示，原号志灯杆的规格特殊，因此安装临时感应机，近期就会将旧号志杆拆除。前镇区中安路民丰一街口出现奇特景象，同一路口却出现2组交通号志，让路过民众相当惊奇，因此特别拍照上传社群媒体。而这样的景象是否会对来往车辆造成不便？就是为什么要2个，就不知道看哪一个？应该不会吧？安怎讲？没啦，那大家要斟酌看啊。据当地民众表示，原先这座号志灯杆就曾遭大型车辆撞歪，而去年的台风更是将其损毁。当时另立一个号志灯杆应急，但大约1个月前有单位来施工，装好后就成为这副模样。本来那个路口是一个共感的路灯号志，那因为去年年底3坨台风被路树撞断之后，那所以我们本府的公务单位它就是重新定做。那因为是特规，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那所以我们交通局为了路口的运作安全，所以我们有在现场先立了一个临时杆。那近期那个共感路灯号志已经重新立上去之后，我们
近期就会把本来的临时改做拆除作业。民众也提出为何不能一次处理好的疑惑，议员也表示应该建立标准，应对接下来的极端气候。对于未来这个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我们越来越容易面对到不可预期的灾害，那我们更应该要预先做好万全的准备，才不会像类似这个为了紧急，那先装上去又撤下来。这个其实是重工了好几次哈。如果说有办法去找出当中的原因，那去诊断之后，那定出一个因应的方式，避免下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件哦。接下来我们汛期跟台风季节又要到了，那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去因应这些可能带来的影响。高雄市资运中心也表示，近期就会前往拆除应急灯杆，但未来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就考验着相关单位后续改善规划。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光是吃料就很有饱足感的海鲜面，你吃过吗？在高雄有间面店，以料好、实在、多样性的面条选择，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就连外国游客也闻香而来。沸腾的汤底，老板忙碌的身影和被餐点装满的纸箱，无一不显示着面店的好生意。靠着料多实在的诚心，让客人一试成主顾。招牌的海鲜面，只见老板放入一样样食材，搭配鲜甜的汤头与 Q 弹有嚼劲的刀削面，这碗澎湃的海鲜面，光是吃料就很有饱足感。它的海鲜面料不错啊，还蛮实在的。它的面有多元化，像它的刀削面啊，就是很有嚼劲，很 Q。我们招牌其实就比较强项的就海鲜面、猪肉面，主要海鲜的东西就是尽量就是新鲜，客人视觉上就是要多、大、好吃这样子。不吃牛肉面的客人也可以选择红烧猪肉面，以蔬果熬煮的汤底带有天然的甜味与香气，经过2次炖煮的肉块色泽油亮、软嫩入味，还能和老板自制的酸菜搭配。开胃的同时，也增添口感丰富度。它就是那个红烧猪肉面，味道真的是不错。它的肉质还蛮不错的哦，它那个肉质跟一般的不一样，都比较嫩。有很多人想吃牛肉的那个感觉，但是又不能吃牛肉，所以我就朋友一直鼓吹我去用猪肉的肉体去做牛肉的烹调，这样子。我们的汤底牛肉、猪肉这些，我们都是用蔬果，很多蔬菜，红萝卜、白萝卜、芹菜，跟一些葱，还有蒜头。最主要是红萝卜、白萝卜，我们熬完汤以后还会附在面上面给客人吃。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减少了很多调味料的那个消耗，也吃太多也不好，所以我们就尽量用蔬果去代替汤的甜美。以料多实在的面食打动无数顾客，就连外国友人也在朋友的推荐下闻香而来。默默坚持做好美食的心意，想必客人也能看得清。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成为瑞典国民甜点的肉桂卷，近年来深受国民喜爱。而高雄有一家隐身在巷弄内的小店，不论是正统的北欧肉桂卷，还是特制的牛奶巧克力卷，都能一次品尝到。走进巷弄这家藏身在民宅中的低调小店，一进门就能闻到浓浓的肉桂香气。由老板娘手工制作的肉桂卷，从擀面到制作不放过任何细节。夫妻俩透过寻访各地，研究出各式口味，只盼能满足顾客的多元味蕾。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然后太太喜欢，然后我们就到处去吃，一直交叉的反复测试，才测出我们喜欢的。然后我们肉桂卷有4种口味。然后有经典原味，然后纽约浓酱，一个是像一般的肉桂卷，它就是圆圆的，然后一圈一圈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纽约浓酱，它特别的是它是跟海盐焦糖酱一起下去烤，然后肉桂卷跟海盐焦糖酱一起烤完之后，然后我们最后把它倒扣过来，所以它会呈现方形的。而店里的招牌北欧肉桂花卷不仅外形可爱，还添加了豆蔻粉制作，味道更加浓郁，并带有辛甜香气，却也与传统的北欧风味更相似。
如果是惧怕肉桂香味的客人，也可以选择冲绳牛奶巧克卷，以可可粉取代了肉桂的存在，淋上香浓的可可酱，让人由内而外感受多层次的可可风味。北欧肉桂花卷的话，它里面有加豆蔻，所以它会把肉桂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适合推荐给喜欢尝鲜的人，就是已经吃过肉桂卷了，然后它是有另外一种味道，或者是很喜欢肉桂卷的老饕，他也会试到不同的感觉。还有2种巧克力卷，然后一种黑巧克力，一种冲绳牛奶巧克力。冲绳牛奶巧克力是我们去日本一家 Brown Rose 肉桂卷店吃到的，然后它是肉桂卷加巧克力，然后我们向他学习，然后致敬他，然后可是我们不想跟他一模一样，我们就整颗卷里面只有巧克力，没有肉桂。宁静的午后，在巷弄的小店中，一份甜品，一份手工熬制的果酱气泡水，就能静静的感受属于瑞典国民甜点的独特魅力。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高雄市沿海路是高雄通往林园的重要干道，不仅大小车辆多，工程施工状况更是不断。日前，货柜车专用道未验收就造成8起机车的自撞事故。近日，旁边的护栏条道路又发生骑士撞护栏的意外，令地方相当不安。加上车道缩减不当，铺路工程只做一段，地方希望政府单位能加强监督，严加改善。高雄市沿海路是高雄市区通往林园的重要干道，不仅大小车辆多，工程施工频繁，事故更是不断。日前，货柜车专用道旁边的北上机车道尚未验收开放通车，造成8起机车自摔事故。近日又发生骑士撞护栏的意外，交通安全上的漏洞令民众感到相当不安。加上车道与号志设计不当，每让货柜车驾驶反应不及，导致车身擦撞，造成交通事故的拥塞。因此，希望政府单位能加强监督，严加改善。就是会有导致这样子让里民啊、上班的民众没有安全感希望说公务局啦、交通局啦，还有警察局这三方面可以来做一下协调，然后做一下评估这样子。经过那个施工的路段我就会特别的小心，尤其那个是大型车，我是觉得真的不安全。莫讲未完工就开放会增加车祸的困扰，每个工地都要有一个监督那是一定要的，因为这是公共安全啊。一期整个沿海路在这几年当中都是在工程的施作，不过最重要在整个不管是货柜专用道路或者国七，最重要是疏解整个洲际码头到市区，甚至对连外道路的交通的疏解。最近在整个施作的工程当中，沿海4路到3路，我看这工程里面，因为施工的关系，它把原来正常的车道变成平均3.5公尺到3.1、3.2，都把它限缩了。那今年的侨港的交通大队里面更统计，它实际上交通车祸的案件急增了1倍。那其他黑数发生擦撞的，这些造成交通事故都是擦撞的最多。那为什么会擦撞？这些老手的司机其实都不知道他的整个车道限缩了，所以我们要求交通局要赶紧来透过这样的把这个限缩，还有交通大队来做一个指挥，要不然我想未来擦撞事小，未来如果发生严重的车祸，你本来要疏解整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美意，还有我们未来的交通安全，其实都丧失这样的一个原意的。不止交通事故频传，沿海一路上大型车辆不断碾压，临近的路面已经呈现龟裂的情况。但是这边铺路工程经常只做一段，高低差路面极易造成车祸，工程品质令人担忧。很危险的，因为薄薄的没有用。我跟你讲啦，这个薄薄一次的话，把全部沿海路全部把它铺掉，再重新做。做厚厚的话才有效果，因为这条路都是那个卡车在走。你看做了几天，不到1个礼拜，又这样高低不一样了，一次把它做好。因为这边的话，做工程的话，很多里面在反映，因为旁边围起来，卡车跟摩托车擦撞的话很危险。我希望市政府这边的话能改进，因为这边卡车一大堆的，
一次把它做好，以后的话就不会常常再挖了。不管是车道设计或是路面改善，沿海路一带的居民无时不刻都在忍受交通工程不便，黑暗期交通安全威胁更是无所不在。国道7号及捷运林园线开工在即，地方希望政府单位确实做好安全品质把关，不要再让民众为了工程疏失付出惨痛代价。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镜头看向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38楼的景观餐厅醉月楼，常年以江浙上海菜闻名，由资深中餐名厨许忠贤领军推出全新菜单，其中的老上海瑶柱葫芦鸭，相传为清代宫廷御膳，因制成繁复，成为新菜单的经典，吸引许多饕客抢订。5星级饭店这次推出新菜单。由资深中餐主厨许忠贤亲自设计与监制，将本身30余年对江浙、本邦与粤式、四川口味融入这次新菜单，包括火山石锅巴3鲜、豆腐烧黄鱼、鲍鱼红烧肉、杨杜郡南靖风鸡等，都是很费工与重刀法。其中清代宫廷料理八宝葫芦鸭，因为要去骨，经过炒、炸与蒸，相当费时。因为我们上江浙菜，它就是比较注重一些就是比较刀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把它做的比较精致化。要不然的就是就骨头香酥要做一做，就是整只拍一拍，蒸一蒸，然后下去炸。可是我们江浙是比较精致，会不会在那个里面就是把它骨头去那个骨也是很麻烦的。可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菜系的特色。去骨完之后，我们再切那个把一些干贝丝啊、猪肚啊、白果啊在里面，再把那料再炒过的时候，再把那些料再塞进那个鸭子里面。那过程很繁复啊，然后塞完之后再去炸锅，再去蒸。所以这道菜它完成最少要3-4个小时啊。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它吃它里面那个料，它还可以含那个鸭子的香气在里面。葫芦就是在以前就是一个很福气的象征嘛，所以我们它本来是这样，就在中间来绑成，就是类似葫芦状，就是有一个比较补起的那个感觉。不管是慢火炖煮、干烧与风烧等功夫，对主厨来说一点不困难。这次饭店推出新菜单，以南台湾食材入菜，厨提供单点佳肴。另外在感恩季节，每周推出1道功夫菜供民众尝鲜，而且还有4到7折不等优惠。师傅许忠贤主厨在近期推出了全新的菜色，那由清朝的宫廷料理老上海瑶柱葫芦鸭，一直到龙汇江浙菜的本味，以及上海本帮菜的料理，还有南台湾的一些食材入菜。那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丰盛的单点佳肴，让大家来品尝。那这些菜色每一道菜都融入了传统的技艺，以及以现代中餐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的食客套家，在品尝这些菜色的时候，也可以细细的体会这中间的每一道菜它的文化的故事，以及一个传承的一个亮点哦。除折扣优惠，另外在炎热夏天，业者还提供无酒精迎宾特调饮品，总共4款结合台湾茶与在地水果创意风味，每周轮替，以及江南经典台条腰果等伴手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台南市玉井区5月20号发生轿车爆冲事故，父亲当场身亡，母亲重伤住院，留下1名27岁的身障儿子。而身障儿参加的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挺身协助募款，希望社会的善意能够让这一个家庭多一点温暖和力量。开心对着镜头挥手打招呼，接着开始弹奏古筝。张阳任的爸爸每天都会帮儿子录影，传给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从来没有一天缺席。岂料这次的录影竟是最后一次。时间回到5月20日，一对夫妻在玉井老街散步，却遭到一台轿车爆冲撞上。张阳任爸爸伤重不治，妈妈则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留下27岁的大男孩。阳任只有6岁的智商，但他点情讲就是无烦无恼，
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撞得支离破碎。南瀛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在与亲属恳谈之后，决定站出来帮助他们。阿嬷就跟舅舅商量好之后，他们就说好。我想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这个乐团从我成立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公益演艺团队，所有的收入都要上报，所有的收入都是要就是做公益啊。所以我问过了，就是这一块我们比较没有问题。那在丧葬的部分，公所还是会继续协助他的丧葬事宜。那在妈妈现在是住在医院，那现在意识是清楚，但是她还是要有一些手术上的治疗。当地的玉井区公所表示，因受害者户籍还在台中，目前先协助寻求社会资源帮忙，未来有需要也会协助转介台中公部门协助。面对外界涌入的善款，家属低调表示，还是要等住院的妈妈恢复之后才可以处理，也再次对外界表达感谢。谢谢你们的关心，祝大家都平安。毕竟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最没有资格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他走出来啊，不然的话他就会很孤单。还不是很能理解生死问题的大男孩，这段时间还是每天努力的练习古筝。过去父母承诺永不放弃孩子的这段影片，如今看到更令人鼻酸。记者收怀谈的报道。台南市文化局将5月定为文夏月，位在麻豆的总爷艺文中心文夏故事馆就推出时代的身影展览，透过音乐人、艺术家、设计师不同的视角，以及文夏的音乐创作，展开跨时空对话，还透过 AI 科技让宝岛歌王重登舞台。身穿格纹西装，手拿白色麦克风，这是宝岛歌王文夏年轻时唱歌的模样。文化局推出文夏月系列活动，透过 AI 影像科技，还原文夏在舞台上才子、浪子以及音乐人的身影。另外还有时代的身影展览，当中有影像、手稿、图画等作品，看尽文夏的音乐人生。会当互足侪人看到老师教这个音乐，伊音乐界的交流甲传承，这部分伫这个天啊非常重要。就是讲，这个音乐人甲老师之间的关系，通常利用无同款的创作。看一张相片，听一条歌，会当来熟悉文化这个人。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同的看法。展览走出传统框架，整合科技与艺文策展，同时以音乐人、艺术家或设计师的专业视角和文夏的音乐创作对话。除了文夏老朋友陈升把《迄个小狗牛》重新编曲，还有法国艺术家以影像互动方式，把飘龙记录歌词做成感官体验。播放的程式不是影片啊，其实这种程式会主动走，不是讲有一个次序的。所以伊这个程式照伊个身高我的度是对老师这个歌词去找出一个图样，来甲伊的字做一个游戏啊，所以是一个字甲图的互动。台南的5月是文夏月，透过精彩的展览以及一系列怀旧经典讲唱活动，重新展现文夏音乐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与文夏相遇。记者苏怀谈的报道。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举办《角落的光》新书发表会，该书记录了台南、高雄、屏东40位志工的生命故事及人生哲学，是全台第一本介绍各类领域志工的报道文学。作者杨一宏也在发表会上分享多位志工的感人故事，吸引许多书迷朋友到场支持。角落的光由社团法人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自费出版，邀请资深记者杨一宏耗时1年，收集南台湾各领域志工故事撰写而成，并由摄影师洪家和随行记录，带来40篇精彩的志工故事。
很多的志工他的故事算是很感人的啊。那有的志工可能是他文笔没那么好，那我后来就找了我们今天的作者杨义勇来讨论说，那我们是怎样把我们的志工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故事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甚至来鼓励更多的想要以后或更多的市民或者民众能够来投入志工工作。发表会这天，除了许多书迷朋友前来支持，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前台南市社会局长卢宇聪、前中华日报社社长邵英杰、电视节目制作人赖景堂、广播主持人夏威、议员蔡立青也都到场，向大众推荐《角落的光》这本书。杨义宏在写这本书虽然他的文笔本来就很好，但是要去采访到40几个故事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如果大家看过他的书非常的有温暖的这个笔触。我仔细看了这本书的每一位志工起心动念从事志工社会服务的这个心路过程，让我这个尤其敬佩每一位志工对社会的牺牲奉献。最近这本书我拿到之后，我都一直放在我的包包或放在手里。一是呢，我把它念熟，我已经做了很多笔记。还有画很多重点这本书其实它叫做《角落的光》，其实倒过来也是光的角落，大家都是光。那落脚在这本书里面，然后透过这本书，让所有的人，你们每一个做志工的人，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就像光一样。作者杨义宏特别感谢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秘书长徐家荣的邀请，让他能参与这项计划，从采访志工故事当中学习成长。角落的光这一本书，其实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跑遍了台南、高雄跟屏东3个地方那其实书里面记载了40位志工的生命故事那这也是全台湾第一本介绍各领域志工的报道文学对，那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社团法人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的秘书长涂家龙他的邀请之下，我们共同来执行这项计划。对，那从采访整个采访的过程跟写作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以前我自己不太清楚或知道的领域，那我自己个人也在从中学习成长。对，那非常感谢这40位包含社福、农政、文化。环保等等各方面的志工接受我的访问。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常常能看到许多志工的身影，他们不求回报，辛苦为社会服务，默默守护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暖心又伟大。这些真实的志工故事，就在这本《角落的光》里面，等待大家亲自来翻阅了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镜头转向新北桃园，新北环状线板桥站随着运量逐渐上升，市府推动环状线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工程。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出席动土典礼，表示新设出入口启用后，转乘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提升旅客的转乘效率。请动土，第一层开工顺利，来宾们请掌声喝彩。新北环状线板桥站是民众通勤重要路网，随着运量逐渐上升，为提升旅客转乘效率，市府推动环状线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工程，27日正式开工。市长侯友宜出席动土典礼时表示，新设出入口启用后，转乘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大幅提升民众转乘的效能。新北环状线最重要的转运站就是在板桥站。环状线每个月大概有170万到180万人次，那板桥站大概有150万人次都会做转运，其中最主要是因为4铁共构，板桥站衔接板南线、台铁跟高铁，所以在这里转运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特别新增板桥站的出入口。这个出入口新增以后，原本在转运的过程当中到板南线
原本要花12分钟的时间，只要5分钟，只省了7分钟，让转运更顺利，缩短时间。针对民众关心板桥跟新埔民生站的连接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所有路线网络未来都会做详细的盘检。未来新北不但是环状线，以及现在新建的所有线路，市府和捷运局都会逐一详细的做好规划。所有的路线网络，我们都会做详细的再度的盘检。当年在台北捷运局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们逐一把它克服。就像板桥站，把它路线整个重新盘点以后，通然把它完成，那整个转运的时间大幅缩短，这都是我们逐一在做的一件事情。未来我们新北不但是环状线，以及现在在兴建的所有的线路，我们都会逐一的详细的把它做好规划。新北捷运局表示，这次新增出入口为地上3层楼建筑，将设有上下行手扶梯、无障碍电梯及楼梯，并设置售票机、验票闸门、旅客资讯服务处及商业空间。未来透过站体通廊，民众将可顺利衔接环状线、板南线、台铁及高铁，转乘时间从12分钟缩短至5分钟，大幅提升转乘效率及旅运量，为大众节省宝贵的通勤时间。记者萧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依照《远见》杂志日前公布的市政满意度调查显示，桃园市长张善政6都排名吊车尾，就连全国评比也是倒数第2。桃园市议会民进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痛批太丢脸，请市长加油。依照《远见》杂志日前公布的市政满意度调查显示，张善政排名6都吊车尾，就连全国评比也是倒数第2。然而过去几次民调都是前3名，遭议员指称施政跟作风经不起检验，身为6都还倒数，真的很丢脸。当时呢，1个礼拜前，我们张善政市长是全国第1、6都第1的这个市长。结果呢，当具有公信力、具有参考性的《远见》杂志这个媒体这是全国所有的县市首长都会以这个为指标性的一个民调的这个媒体来做一个施政满意度调查的时候，完全经不起检验。我们张善政市长完全经不起检验，尤其在针对近期他一连串的失言，包含在各个罢免风潮浪起的时候，他对于我们桃园的市民用绿共，用民进党就是绿共，支持民进党就是绿共，用公民团体就是绿共，这样子的政治口水来作为他的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发言，我想这也是非常影响这个民调的一个很大的主因。陈亚伦议员点出表现最差的3个面向：交通问题没有解决，环境脏乱没有改善，还是拱脱沙漠，育儿措施跟政策根本没有到位。第一个就是这个交通拥塞，大众运输量能不足；第2个就是环境脏乱的问题；第3个就是妇幼托育的沙漠啊。那从托育沙漠这一点很多当初要从双北移居桃园的，就是冲着张善政市长所提出的政见，说要打造妇幼友善城市这一点，所以他选择移居桃园，移居我们龟山。结果入住了才发现要抽这个托婴中心，要抽托幼，跟中乐透一样困难呐，所以家长都非常的失望跟伤心哦。位于议员则批评市长根本都在剪彩前市长的攻击，自己的错误却不面对，对于市民的需求根本不了解。一方面在过去就是剪彩这个郑文灿市长过去的政绩，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错误呢擦脂抹粉所以其实这个民众都非常非常的有感，于是在这个《远见》杂志的这个排名吊车尾，全国只赢新竹县一个，其实是非常丢脸的。而且以我们桃园市是直辖市应该是说我们的经费还有我们的人口都非常的多，这些迹象显示其实张善政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桃园人民的心声。对于民进党的指控，张善政回忆，过去半年陆续几个民调，桃园即使不是第1，至少也有第3名，现在跑出一个远见第6名，这算是一个可信度有问题的样本。陆续有几个民调，我印象里面像是天下、经济日报、三立，到最近一次的这个风传媒，我们即使不是第1，至少也有第3名。现在跑出一个远见第6名，从统计学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算是怎么讲呢？算是一个可信度有问题的样本。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民调有这个最后一名啊，就特别的说难过怎么样？我觉得民调是要综合来看。民进党团批张善政是党意市长，冲反罢免活动很积极。张善政表示，对于现在司法不公的状况，大部分的民众都很忧心，这并不是党意。民进党团在记者会也再次呼吁张善政得加油，6都垫底非常丢脸，希望能拿回一次5星市长。记者一头报道。全国倒数2，张善政加油！张善政加油！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中嘉宽屏北建，27号前往树林国小举办媒体试读宣讲活动，不仅教小朋友们如何分辨真假讯息，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记者的采访与摄影工作。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从镜头使用到剪辑实作，还能做上主播台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举办的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让国小学生亲自体验新闻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小朋友站在镜头前挑战当记者，了解媒体跟媒体试读。桃园市政府新闻处携手中嘉宽屏北界，27号前往观音区树林国小举办媒体试读宣讲活动，不仅教小朋友们如何分辨真假讯息，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记者的采访跟摄影工作。大家都说很好玩，非常有趣。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吗？在这堂课里面？就是看事情不能只看一个面，要把全部的事情了解完之后才能做评价。好玩。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我最喜欢我采访别人的那个部分。这个活动体验完，我觉得我对我记者的梦想也更加进了一步。树林国小教导主任林妙容表示，小朋友们了解到看见事情需要先确认事件全貌后再下定论，对他们的人际互动非常有帮助，还让同学们体验记者工作，觉得活动很有意义。孩子们现在在成长阶段，其实他们每次都会只看片面的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刚刚课程后半段播出来的那个影片引导得很好，就是孩子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然后再理清整个事情的全貌，然后再最后做一个判断，这样对孩子就是可能日常生活跟同学的纷争，或者是跟老师的沟通上，其实都会有一些相当的帮助，这样子。桃园市政府携手中嘉宽屏，积极推动媒体试读课程，并来到观音区树林国小进行宣讲。中嘉宽屏北界身为在地媒体，深耕桃园超过20年，平时除了举办公益活动，也积极深入社区跟学校举办媒体试读讲座。114年，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暑期活动即将开跑，鼓励对新闻产业有兴趣的同学们报名参加，进一步认识媒体新世界。记者赖伟一同报道。接下来关心基隆台北，今年基隆的端午龙舟赛嘉年华在海洋广场盛大开幕，睽违25年后，龙舟赛再度回到基隆港，吸引许多民众和游客到场观赛，气氛相当热闹。先农国小鼓队的小朋友精神抖擞的演出，为基隆114年度端午龙舟赛热闹开幕。今年的端午龙舟赛事在睽违25年后再度回到基隆港举办，加上天气晴朗，吸引许多亲子家庭跟外地游客来到基隆港区观赛。不用过来，林口，哇，特别来看这个。对啊，我端午节应景一下，带小朋友来体验。看的感觉怎么样？因为好像很多年没有在基隆港比赛了，对。然后这次来这边基隆港，我觉得这边场地会比较舒服，而且那个 view 很好，又有游轮，景又很好，刚好今天天气非常好。我想非常棒，就是全台湾省独一无二的下高速公路可以看到基隆港，又在基隆港可以看到划龙舟，这是台湾的基隆才能够看得到。我们也非常谢谢基隆港务局，还有国际轮船工会、国际船务代理工会协助，让我们基隆市在基隆港龙舟嘉年华会再次办，已经30年，我们回来这里，在这里可以吸引很多的外来客可以看，也是唯一在海上赛龙舟的地方。基隆市的龙舟是在25年前还在基隆港这边划，是由我们郑鼎中理事长的时代一直划到现在。后来我们有移到正滨渔港碧沙渔港、八斗子渔港。因为碧沙渔港是因为新盖那个游艇码头，所以把它移到八斗渔港。
龙舟赛开幕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市府教育处副处长杨永芬、立委林佩祥、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洲，跟多位市议员都到现场为选手加油。市府教育处相当感谢立委林佩祥与龙舟委员会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与基隆港务分公司的全力支持，让端午龙舟赛能重返基隆港顺利举办。活动现场也结合许多公益市集，相当热闹。非常的难得，在我们的基隆港来进行龙舟活动。那今年总共有27队的队伍来参赛。那在我们的飞渊广场还有海洋广场都有很多的公益摊位。那所以除了可以看龙舟比赛以外呢，我们也有脸书直播，然后也有摊位可以做嘉年华的一个端午龙舟的一个互动。那这一场的比赛是我们基隆的非常非常期待，因为重返荣耀，回到基隆港，也很感谢港公司的一个协助，跟我们立法委员，那谢国良市长非常重视这一个的基隆港龙舟赛，从去年就开始编列预算，那希望今天的活动可以圆满顺利，大家都端午安康。今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总共差不多是27队的选手来参加这次龙舟赛。那未来我希望能够恢复到25年前75队的盛况，来的不只是我们基隆人跟中华民国的国民，甚至有日本人、美国人特地来这边用划龙舟的方式来去增进国际之间的交流。那我想今天最主要的是我们基隆市睽违差不多20几年了啦，没有在我们基隆港举办这个龙舟竞赛啦。那我想今天呢，我是以义消总队长身份啦，来为到我们义消啦，因为我们义消也有出动一些兄弟姐妹来这边做一些陆上的救护以及水上的救生的一方面的活动。今天睽违了20几年终于我们能够回到基隆市的内港来举办活动。这里是基隆市最具我们基隆特色的场所那所以也看到，因为在这里举办，有许多社区的民众都一起到现场呢，要来看精彩的划龙舟比赛。那特别感谢我们义消的弟兄，尤其是我们总队长这边带领的所有的救难救生大队他们能够在这里不辞辛劳也不畏惧今天太阳这么的猛烈，就要在现场呢来看一下维护水域安全，在这边以12万分的敬意向我们义消弟兄说声感谢。农历的端午节，我们今天的龙舟大赛，但是今天国历5月31日也刚好我们是531世界无烟日，所以我们今天有趁这个活动一起来宣导无烟。我们不吸烟，我们也不让我们的下一代吸2手烟、3手烟，所以我们今天跟我们的教育处一起宣导，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为了爱把烟吸掉，不吸烟，不吸电子烟，我们自己健康，下一代也健康。重现基隆港的海上龙舟特色，成为今年赛事的最大亮点。今年共有27支队伍参赛，吸引许多民众涌入基隆港区来观赛，为选手们加油，感受基隆港赛龙舟的独特魅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吃粽子也可以很健康。国民健康署以我的餐盘6大类食物为基础，结合5型颜色，设计出兼具色香味与营养的健康5型粽。提醒粽子热量高，民众应适量食用，搭配蔬果，减少沾酱，并增加身体活动量，才能吃得无忧。端午节将至，市面上的粽子五花八门，多是由精致的糯米搭配五花肉、咸蛋黄所制成的南北粽，或是甜蜜蜜的碱粽、冰粽等。但常因为过于精致，缺乏蔬果，导致热量、油脂和糖分偏高，而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不足，多时可能造成健康隐忧。合家团圆，也可以大家一起来享受一餐的美食哦。我有特别请教我们科长，因为我们秦科长本身是营养师哦，为什么今年要用5型入粽这个巧思来promote我们今年的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他说这个5型就是代表5种颜色了那蔬果含颜色的这些蔬果，它就是有植化素。那这些植化素入菜之后呢，在我们生活日常中，如果多摄取这些植化素，对我们身体的保健，尤其器官的保养，在中医的概念来讲是十分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今年国健署就用这个5型的概念，希望把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摄取5蔬果的时候，多多注意到植化素这个营养素对我们的营养
的一些影响哈。所以今年国健署特别推出了一个5行入众的一个概念哈。那我还是要给各位一些数字哦，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哦？因为国民健康署的调查里面，国人的健康饮食的状况有2多4不够。所谓的2多就是糖很多、盐很多，4不够就是蔬果，还有我们所谓的奶类、坚果4都不足，所以有2高4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都特别期待透过这些巧思，我也特别要感谢我们的陈主厨，我们的下体就让他用5行，他果然就在种植的5个种植中表现出5行入众的一个深层的概念。我们不是要各位在端午节一定要避种避开粽子是要告诉各位，粽子可以吃得很健康，北部粽、南部粽，所有的粽子的含的卡路里量都非常的吓人一颗粽子大概要500到600大卡，要等换算成你跑步的话，就你吃完一颗粽子要跑60分钟的慢跑，这个对各位来讲都是一个负担。那如果选择一个轻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负担减少，透过这一些营养素的帮助，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我想，我们给家人、给所有全国民众最大的祝福就是健康、健康再健康过端午。国民健康署邀请陈之颖主厨，运用创意将我的餐盘6大类食物变身5款健康粽，并结合5行颜色巧思设计，好看又好吃的粽子，让民众吃对营养。我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个人发了一篇文章，然后他说再过几天我就要3餐吃粽子。我看到我觉得他过节好像没有很开心，他甚至于有压力。我觉得那个感觉到他那种每天要吃粽子的那个心情，那个尤其是这种传统粽的心情，压力好大。那我觉得我这样设计起来，那个动力好像更强一点点。这设计概念是因为我们的那个6样的一个食物缺乏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补足起来。那很缺乏的就是一些牛奶类的，对奶类，那我们就选择那种牛奶很接近牛奶口味的新鲜质地的起司，然后搭配坚果，坚果也是少的一个区域，几乎是归零的，对。然后我就用坚果跟起司，然后把它做成粽子的样子。但是呢，它少了一个粽叶的一个香味，那所以我们对紫苏叶去把它添加了这一个香气跟那个粽叶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包起来，其实你说它是粽子也可以，但它吃的那个口感其实很像和果子，然后很像法式甜点，对。不要看到汤就觉得它这里面已经包了很多汤，没有，汤包跟汤叶是不一样。汤叶其实就是那个豆浆，我们豆浆取的那个，它上面风干之后取起来的那个豆皮。那当第一片的时候，那个日本人会叫它是汤叶，因为它是最珍贵，然后它非常的湿润，非常好吃，所以这一片会叫汤叶。但是你刚刚有跟我们讲说，这个是要 DIY， 同理可证，要自己先主动讲出来，捞起来。这个太麻烦了。其实我们在做 DIY 的这个过程，我还有一个重点是，你食材要好买。然后你要愿意去做，所以这豆皮其实买现成的就可以。好，各位，超市买得到。这个汤叶是它就是叫汤叶，对不对？对，汤叶。那我用汤叶取代了那个传统粽子的糯米。那我们把糙米把它包在里面，它吃起来还是会有那个一点点的米的那种口感，但它的料呢会有丝瓜、红萝卜、香菇，然后还有那个虾子，然后一些鸡腿肉。那炒的方式跟传统粽一模一样，我用那个红葱头去煸香之后，一样给一点胡椒调味，一点点的那个五香粉，所以其实你咬下去的那个整个口感，它的香气其实是传统粽的一个香气，只是少掉很多的糯米。青鱼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所有的营养的节目，我们都是一个大推的一个食材。那青鱼取得方便，它又便宜，然后你不会卤3层肉的人，你大概可以煎千鱼吧。那所以这个的难易度是非常简单的。然后煎完的青鱼其实它有薄盐，你把它煎稍微干干的，它其实吃起来就有那种干香的、咸香的，我们就拿它来取代卤过的那种3层肉。黑米其实它煮完，这边我分享一下，黑米它在煮的这个过程，你煮完之后呢，你在电锅蒸完一打开，你要在它很热的这个时间点，
你要拿汤匙把它捣碎，让那个黑米的壳破掉之后，它里面的那个软糯的成分它跑出来，它才会有点像是那个糯米的口感。不然它会一颗一颗分开，你没有办法把它包在一起。捣碎以后就有粘性。对，有粘性。那我们用黑米，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是比传统的糯米好很多。那再来，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我很喜欢，它有一点点那种红豆的香气。那这边我分享，小米也是一样，你煮熟、蒸熟之后，一样要是跟黑米一样，要用汤匙把它捣碎，让它的壳破掉之后，它整个那个软糯的口感才会出来。那这里的甜味我们会用那个栗子南瓜，整颗把它蒸熟，把籽挖掉，连皮一起捏碎，然后跟小米跟那个红梨混在一起之后，里面包一点点的那个红豆，那其实它很像饭后的甜点。国健署提醒，摄取过多的粽子可能引起肠胃不适，也容易影响血糖和血压的控制。遵循小秘诀，如挑选口味清淡、健康搭配与适度运动，轻松享受美食无负担。五行入众小巧思，均衡营养过端午，赞！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根据统计，台北市是全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县市，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城市。为了打造台北市成为咖啡首都，台北市政府与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合作举办第8届 TSCA 金杯奖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今年除了咖啡竞赛与颁奖晚会外，还有一系列的高峰论坛以及数位咖啡市集等活动，喜爱品尝咖啡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请注入咖啡首都金杯盛典。在台北市财饭局局长陈居安与台北市议员郭昭言、张维元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第8届金杯奖咖啡竞赛正式起跑。这次竞赛共分8大类组，包含今年新增的手工虹吸组及手工无限组。主办单位更导入 AI 评鉴模式，让比赛更具公平性与国际公信力，也让获奖者含金量更高。今年我们将整个活动扩大为咖啡首都金杯盛典。那金杯奖呢，成为我们整个活动的其中一个主轴。那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打造成亚洲知名的咖啡城市，所以我们整个活动有分几大部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咖啡竞赛，我们今年特别将竞赛分为6大赛事。那我们现在也透过 AI 的评鉴系统导入，希望让比赛更具公平性、更具的透明度，也更具国际公信力。那我们而且今年的获奖者会得到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精品咖啡协会的双认证。我们希望让获奖者有更高的含金量，让有更高的代表性。本身也是重度咖啡爱好者的财饭局局长陈居安表示，全国有登记的咖啡馆有4912家，其中台北市就有1030家，占全国20%。咖啡馆密度冠于全国，也入选全球前10大的咖啡城市。因此，台北市政府从8年前就开始与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合办金杯奖竞赛活动，今年更扩大办理包含高峰论坛与数位咖啡市集等活动，希望共同推广咖啡产业，打造台北成为国际咖啡首都。台北其实是一个富含咖啡香的城市前几年在英美的一些国际的评比当中，也把台北作为是一个咖啡发展重要的城市。那现在全台湾所有的咖啡的店家统计当中，台北市也是领先台湾的其他县市是第1名。那咖啡的相关的营业额也逐年的成长，所以我们在8年前跟我们精品咖啡协会合作推出这样的一个金杯奖，希望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台北味道的咖啡，同时也能够去推广咖啡的文化。那今年更是扩大的举办除了论坛以外、颁奖以外我们有一个数位咖啡的市集，希望透过各个不同的面向让市民能够更了解咖啡、更亲近咖啡，也连带的能够带动这个产业的成长。我们今年主办了咖啡的高峰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3场，我们邀请了台大森林系暨环境资源的蔡明哲教授，以及卡玛咖啡何比林董事长，以及多位咖啡业界的冠军们
同聚一堂，一起来探讨，分3个主题，与参与论坛的与会者们共同来探讨咖啡的未来可能性。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这个咖啡数位市集，我们希望透过数位导购以及科技的互动，让这个咖啡品牌以及其他参与这个活动的市集的品牌呢，能走入民众的生活当中。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方面表示，今年特别选定承载台湾咖啡文化历史记忆、周边咖啡馆林立的台北市中山堂作为活动主场，还推出汇集历届金杯奖得奖咖啡与台北城市包装限量500份的金杯礼盒，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发展黑金商机，也邀请国人一起来品味拥有独特魅力的台北好咖啡。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为了迎接台北霞海城隍爷205岁圣诞，台北市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2025恋恋大稻埕城隍生日趴蛋黄祭，结合踩街表演、在地文化、市集闯关等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提前为城隍老爷暖寿，也活络大稻埕商圈。太平国小学生带来精彩醒狮及歌仔戏演出，为城隍老爷祝寿，也为活动揭开序幕。大同区公所在台北霞海城隍老爷205岁生日前，特别推出2025恋恋大稻埕城隍生日趴蛋黄祭活动，集结表演团体与民众共襄盛举。还有热闹的踩街祝寿嘉年华，展现大稻埕丰富的文化底蕴。我们大家知道，迪化街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真的文化底蕴，而且非常有温度的地方。我每次来到大稻埕啊，刚刚看到掌声在哪里，就知道我们的热情在哪里，人情味。在所以啊，大同区，我们办理了一系列活动，准备来跟南喜红牙庆生，一起让迪化街炒热这个气氛。没错，我们下午的活动啊，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除了办理踩街祝寿，大家最期待的之外，我们还有办理一系列的寻找神队友的闯关活动。真的，我想要邀请大家来找找我们西红牙文武判官，还有范谢将军。我们还办理了很多静态的神明故事展、神明 live show 的音乐。没错，最主要让大家在边听音乐的支持啊，也并了解到我们大稻埕的文化。彩色的烛光起闪耀，快乐的诞辰在今朝。台北霞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虔诚的献唱一曲为城隍老爷祝寿，地方商圈艺文团体也携手参与，展现大稻埕社区凝聚力与文化底蕴。现场还设有即将寻找神队友闯关活动，串联40间店家及城隍庙5尊神明，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参加抽奖，让地方产业魅力被更多人看见。因为今天早上下着大雨，其实还有点担心的哈。其实我们今年的主视觉，我觉得是把欧洲的元素全部都呈现在内的哦，像我们的夜光灰啊、松果核啊，然后雨林绿啊，还有炭灰色啊。其实，以我们服装产业来讲，其实颜色越缤纷呢，代表景气已经转好了。我是希望说，在城隍爷的保庇之下，我们大稻埕呢是会越来越希望店家。大概让5集团，这个城隍庙在国际上非常的知名，很多观光客是冲着城隍庙来，所以也带动我们迪化街很多的生意。现在因为结合时代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比较多，而且结合这些创意啊，所以我们今年庆祝城隍爷的城隍祭呢，就用这种方式来献给各位了。同时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为了迪化商圈，或者是为了整个大稻埕。能够蓬勃发展。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9号，包含音乐会、酬神戏、市集及圣诞祭典，邀请民众共襄盛举，感受百年城隍文化的魅力，一同为城隍老爷献上满满祝福。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